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日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陈怡芝。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高雄医药大学有学生做伙订便当，20外个人走北，怀疑是食物中毒，到达拢总有60个人客身体无爽快。美国批准一批飞弹甲雷达要卖予台湾，总金额约美金20亿，是拜登任内上济一届。台湾同志游行起过，今年2摆团体18万人参加。前总统蔡英文嘛伫网络平台表达支持。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歌手周杰伦12月要伫大巨蛋开演唱会，真侪歌迷是拢怨叹讲抢无票。来看卖票迄天，台中的警方抓到5个工程师用抢票的软体买到48张票。那台北咧是抓到有票贩仔伫面册，互人注文黄牛票，有上百个人已经汇款了。一入来到网咖，内底拢是要抢艺人周杰伦演唱会门票人，有抢到票民众也欢喜到叫出来。不过这10个人却是警方锁定涉嫌抢票的非法黄牛。他们有拿搜索票来，你刚才在干嘛？队长发现4楼的10个人，这5人拢是电脑工程师。23开卖了后，利用抢票的软体抢买到48张周杰伦演唱会书号，结果以一张加2500到15000块的价销转卖出去。而且也毋是头一摆利用停息来抢买这个演唱会门票，加上会选这个高评款的所在来抢票，不法赚的钱已经有33万块，5人互以上台中检方侦办。是利用自己撰写的程式或是网络上的程式来改写，那这程式可以自动填写表单，然后并自动点击。台北市警方也抓到设计面册卖将专业转卖黄牛票4区的10个人，由工程师的背景，经由这个假的口座抢票形式来买热门演唱会门票，再经由面册卖将专业加钱卖出去。一摆周杰伦门票真热门，大家拢要买，伊就甲网友收12000块到3万块有买的门票费用。初步清查有近100人已经付钱啊，准备要买演唱会门票。邱姓犯嫌涉嫌利用大量的虚伪资讯以及不正当的程式取得演唱会的票券的这个相关取票的序号，在脸书社团成立了粉丝专页，高价哄抬贩售相关的票券。警方查扣演唱会门票57张，包含有买票券36张、现金礼券6张这物件。询问了后，伊照伪造文书，违反无法创意产业发展法定，甲伊送法办。台北市对23开始到2楼中昼12点为止，已经查到加价贩卖这个票券总共60件，62个人。也若各界关心查到这黄牛票后续的处理，台北市长蒋万安讲，会继续甲主办单位来参详，不管是重新搁卖出去，也是做公益使用这用途。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医药大学拜三中昼有学生做伙订便当，煞有20外个人走北甲发烧，怀疑是食物中毒。到今仔中昼为止咧，是已经有60个人客身体无爽快啊。卫生局去便当店稽查，要求业者爱休困休到10月30，而且环境就要彻底消毒。底下发文伫问，是毋是有学生食某一间便当店的便当了后，身体无爽快？高雄医学大学起科系4年级的学生23中昼因为办活动，甲学校附近的便当店金华家订大约80个便当，无想到食完了后，有20外人出现落屎、吐，也有发烧这症状，敢若是食物中毒。跟70-80个，然后大概1/4比较严重。有啊，有人去医院挂点滴之类的。学校接报了后，除了提醒其他学生，也赶紧通知卫生局，毋若故意带学生。Google 评论顶面也未少人讲出现落屎、吐这症状。根据了解，这间店迄天中昼卖出410份的便当，到2楼已经有60个人讲食完了后身体无爽快，其中有46个人去医生看，尾后有7个人住院，其中1人伫急诊等待病床。卫生局理事也到店内去稽查。经查，作业场所垃圾桶未加盖，从业人员未体检，未张贴洗手挂图，无冰箱温度记录表，未有常规病媒防治作业，有投保产品责任险。
卫生局人员对着工制等科技食品甲环境进行采检，也对厝食人甲周围民众采检人体检体，并且下令业者停业到30进行环境的清洁消毒改善。学校附近蛮多其他选择，我觉得应该还好。而且学校订的其实不会只订那一间。学校4区以外也有真侪餐厅，学生也有真侪选择。二楼中道便当店虽然无营业，不过依然有员工来店内，业者是无愿意接受访问。不过讲一直真注重卫生，就也伫等待检验的报告，也有伫改善卖闪避应该负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第22届台湾同志游行今仔日起过，主题是共荣甲共生，希望大家会当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今年有约200个团体，拢总18万人来参加游行。副总统萧美琴嘛到现场，那前总统蔡英文是伫网络平台表达支持。5彩服装特别的表演，阁有彩星旗伫空中飞。第22届台湾同志游行26下晡伫咧台北市府前广场闹热起鼓，吸引不少国内外游客，特别来到台北参与活动甲旅游。在那里的话，可能我们还是需要隐藏自己的这个身份，但我在这里的话，我觉得就会能够更加自由的做自己。这样子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其实就是有一种凝聚的感觉。主办单位表示，今年的主题是走向共荣、交织共生，希望大家会当互相理解、尊重每一个人的无同，让所有人拢受到同款权利的保障。我们应该更进一步的去了解各个不同的多元的群体的诉求，以及他们的声音，然后让他们的诉求能够就是纳入政策的讨论当中。现场虽然有落蒙蒙啊雨，不过民众游玩真热情。今年总共有194个团体报名参加，分做6大车队进行。副总统萧美琴、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也拢在场，用行动支持台湾族群的记达，支持性平的力量越来越大。那台湾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也有非常耀眼的成就与进步。台北市长蒋万安、民众党秘书长周瑜修等人也拢到现场支持。那前总统蔡英文是伫咧社群平台表达支持，因为在伊任内通过婚姻平权的立法，让世界看见台湾。伊也呼吁民众持续对话，共同建立友善包容的社会。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嘛是台积电的运动会，董事长魏德嘉当场宣布要分2万块的奖金给每一个员工。台积电的创办人93岁张忠谋嘛来参加运动会，伊坚持行专程，用25分钟射400公尺，员工是拢大声拍泡啊！高龄93岁的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真有精神，牵夫人张淑芬的手，做伙参加台积电的运动会。伫人阵内底，张忠谋坚持家己行完400公尺赛场，全场欢呼声不断。不过话阁讲到转来，张忠谋也讲，台积电上界严厉挑战就伫眼前。最严峻的挑战就在眼前。5年以前，我就在这个运动会说，因为台积电的成功，我们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策略家的军家必争之地。台积电一年一届盛会闹热滚滚，除了有真侪台积电已经退休的高层元老，加重量级的人士。台积电今年伫海外布局，包括美国、日本厂，原来有员工代表来参加。这也是新任董事长加总裁魏铁嘉头一届主持运动会，也对公司内部3大类的职等差不多6万人发大红包。台积公司已经走过37个年头，我自己等了26年才能够站在这里。我们将发放每个人特别奖金。新台币2万元。今年会发超过10亿的总奖金，让员工气氛真欢喜。魏铁嘉表示，今年台积电达到一寡重要的里程，对台积电伫全球半导体产业的角色更较关键，责任嘛更较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国务院批准一批飞弹甲雷达要卖予台湾，加强咱的防卫，改善空中监视能力。这届总金额差不多是美金19亿8千万，是美国总统拜登任内金额上悬的一届。
另外，后礼拜一有咱空军的天龙操演，陆军中泰19号演习，要展现国军的防卫战力。规划展现在战机的英姿，空军年度天龙操演28登场，空军性放映影片。甲以往无同，今年评比改以团队营路为主，会进行现25帮训练团、红外线飞弹射击竞赛这5项的竞技项目。火炮射击场面真震撼，28陆军也要举行年度的中泰19号演习，由驻防中部的增加506旅、南部机部333旅2个联兵旅进行对抗，会实施24小时拢无停，夜间训练才是战环训练。演习是采取实兵实车实装的方式来进行，在新竹到高雄地区之间进行7天6夜的实兵对抗演练，希望透过模拟真实战场的景况，来强化部队整体实战化的训练目标。国军展现防卫能力，台美也继续深化军事交流。美国大选进前，美国国务院批准为台湾3套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也有2款长程的防空雷达，两笔军售总额大约是19.88亿美金。其中，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属有中低程地面防空系统，商用功能真大，能配合多种的防空飞弹。这摆飞弹系统案内底也包含123粒精定型先进中程的空对空飞弹，防空射程估计达到40到50公里。美制的飞弹基本上应该是有能力做整合，应该是针对一般的防空目标，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战斗机或直升机，或者是巡弋飞弹为主要的拦截对象。专家推测，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会部署在大台北周边，强化首都防卫四周围的防空战力。也来总统府是对拜登政府第17摆对台军售表达感谢。另外，团设陆军司令张秋明这军的使团到美国夏威夷出席台美陆委宣案年终会议。军事专家陈国明认为讲，各界将领出席，除了深化交流，也是上级出身的战略思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东的情势，以色列甲伊朗发动空袭，讲要报复伊朗最近的飞弹攻击。以色列表示，这届攻击行动拍到伊朗的军事基地甲飞弹系统，并无伤害百姓。以色列强调，因是行使自卫权，报复伊朗最近的飞弹攻击。那美国嘛呼吁伊朗唔通阁拍回去啊，停止互相报仇。目前伊朗所有的机场航班是拢停飞。来看美国总统大选倒头剩剩11天，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去到共和党的票仓德州来造势，歌手碧昂斯嘛来甲贺锦丽徛台。共和党的候选人 Trump 嘛是伫咧德州来造势，继续批评民主党的移民政策。根据上新的民调，因两个人的支持率拢是48%，无输赢，唔知啥人会选掉。Here as a celebrity, I'm not here as a politician. I'm here as a mother. 流行乐团的天后碧昂斯伫高雄休斯顿呼吁选民踊跃投票，捍卫得来真无简单的身体自主权。伊介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出场，全场支持者也自由飘鼓来迎接。德州是共和党的铁票仓，贺锦丽强调，这是川普对台禁令上严格所在，呼吁人民找回家己的权利。这个活动有女明星创业家杰西卡·艾巴徛台助讲，已经91岁乡村家传奇歌手威利·尼尔森出唱歌，要地方妇女以及妇产科医师讲到严格对台禁令，会让有心的国人甲医疗人员处在险境，凸显美国人的权利甲自由是非常的危急。另外一方面，川普这边是伫另外一个德州的大城奥斯汀出席活动，一直拍移民牌，佮在讲出美国是世界粪扫桶这限动言论，也参加上届联盟的播客节目《乔罗根体验》的录制，所以严重耽误了后墨西哥州的造势行程。伊伫造势活动中，对这等伊真久的支持者大大批评贺锦丽。You know where she is tonight? She's out partying. So Israel is attacking. We got a war going on, and she's out partying. 美国广播公司甲伊所普民调显示，半数登记选民认同贺锦丽引用白宫前幕僚长凯利的话，讲川普是法西斯主义者的讲法。因为两人的全国支持率拢是48%。美国老牌媒体《华盛顿邮报》是拍破30多年的传统，外国替总统候选人来挂保证。根据了解，《华盛顿邮报》原本拍算支持贺锦丽，不过后月头家贝佐斯干预才法庭。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
镜头转来到国内，指控技术国家语言发展会议伫咧进程已经办过11场的分区论坛，今仔日是正式大会第一天。国务会报告这几年推测的状况，不过有澳洲学者表示，要以这语言要发展，干那靠学校教育定着会失败，就要注重少年辈对本土语言的认同感。这几年，台湾推出真侪台语网络、音乐，也是电视剧等等，希望透过这作品来互民众在生活中来增加对台语的接触，引起兴趣。10月2日，国家语言发展会议的正式大会，就会邀请澳洲的学者来针对语言政策发表伊的观点。学者肯定台湾目前透过文化的方式来提升语言的地位，不过伊认为要了解少年家因是安怎透过语言建立自我认同，这是上要紧的。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do is to have discussions with young people and to get them to monitor their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then to ask yourself, are we responding? And we only know that by really listening to them. 学者特别强调，语言发展若干那要靠学校教育，定定得到失败结果。伊认为，要互语言继续维持生命力，就加注重少年家的参与度。今日正式大会当中，文化部、教育部等相关部会嘛伫咧现场向民众报告，来检视语法中心的进度，甲教育部在推行本土语言的状况。语法中心目前这个组织法已经出了行政院，进入立法院了。在这个会期里头，我们会开始进入一个审议的过程。所以简单说，在第一次大会里面的几个结论，其实我们都有了下一步的步骤，然后现在都在进行当中。总共有超过300间的幼稚园，1100班的迄个班级那么来申请本土语言的浸润式教学的相关的这个计划其实办遮尔多活动上重要就是会当互咱大家呢，会当伫咧生活当中会当来接受咱的母语。今日礼拜27是正式大会的第2场，除了要针对教学现场，也有国家语言专职机构2大主题来讨论。最后，各部会嘛会针对本届议法会议所讲到的议题来回应。文化部嘛表示，议法会议的成果除了会做政策规划的参考，嘛希望通正做各族群之间意见沟通的平台，减少误会甲冲突。记者卢尚如、邱兆阳平东报道。今年是美丽岛事件45周年，有剧团特别把美丽岛事件甲世界经典的文学《暗点家》做结合，创造台语的舞台剧《暗岛》，希望民众了解台湾民主自由的过程，佮有现代人权、同婚各种议题。亲像你拄则宣布的代志，人咧徛游行要争取自由啊、民主开放啊，迄是百姓的权利呢。演员排练的时，正投入伫咧故事内底。这是以美丽岛事件做背景，人民去街仔路游行，争取家己的权利的舞台剧《暗岛》，结合世界经典的文学《暗点家》，佮有影响咱台湾民主的美丽岛事件，用台语讲一段人走找自我、社会追求民主的故事。包括同志的人权包括少年朋友因对即马的社会甲时代有啥物款的看法，这拢是阮伫戏剧内底要呈现的。这个世代迄样的高中生学生可能就是较无咧接受到本土语言因若有这个机会直接为剧场内底哪做哪学，我感觉就是真袂歹一个体验啦。剧团也表示，即届有高中生对学台语开始头届搬台语舞台剧。另外，伫剧团担任台语指导的吴玉祥老师，即届也转换身份，落去搬戏。伊也表示，看到大家正投入学台语，是真感动。你爱写本土的故事，大家才会感动。感动了，才甲世界都连接。我感觉真感动，讲遮拢是因大部分拢是志工，虽然演员拢是无讲真有经验，毋过大家拢真有心。学台语，背台词。剧团第4人称表演系对2004年一路行来，高达20年。过去用议题结合戏剧加入学校，除了有专业的剧场人才，其他大部分拢是教育现场的老师。这几年因为伫教学的时发现本土语言有断层，才有搬台语戏剧的想法。咱若这出舞台剧会伫11月初搬演。记者张家佳、柯敏哲新北报道。宜兰县政府公告，10月29开始，东山河要解禁，开放独木船、SUP 这寡活动。那今仔日已经有一寡民众提早申请落水来庆祝。
大香花东山河水系改验考核，日后超过100个水系游乐活动专家申请到宜兰东山河进行水系游乐活动，庆祝宜兰县政府总算预先公告，让东山河流域有限度开放水系游乐活动。无动力周版友一定要来的东山河开放的一个纪念活动，庆祝。那终于努力了很久，可以开放了。这是正向的，所以整个台湾要朝着水域解严的方向来发展。这专家要民众知影，伫咧做水系游乐活动，未来家己自单车道、骑脚踏车同款自由，也毋望全国有较侪水系。会当甲东山河同款改严，希望公部门会当建设普通码头一亿的设施，安尼有助东山河观光发展。如果能够再建一个浮动码头，让民众来这边散步的时候就可以看得见。这样可以更大的促进这个水上活动的这个方便跟发展。县政府预告内容开放范围包括东山河主河道、新古寮溪回流口、到五家防水水门河段、安边溪排水、五股排水、加平行排水等。为了顾虑安全，东山河五节防水水门前后100公尺加固汇入东山河排水口，4口令等50公尺内无开放，依过到29进前收集民众的意见。这一段期间呢，预告公告实施日内，如果有相关的一个水域游戏活动一个团体、个人，或是水上运动的一个团体及个人有相关的意见的话，可以向县府这边来陈述意见。县政府表示，目前已经收集到未少民众的意见，29预告结束了后，会持续甲民众沟通讨论，听候有共识了后，才会正式公告。到时阵民众落水都唔免事先申请，不过若是伫公告进前无申请就落水，也是会当依照发展观光条例第60条的规定，处1万以上5万块以下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有一群喜欢唱水的人，因组一个水底摄影的团队，为收水池翕到大海。因也捌参与真侪翕出的摄影。台记台青春咱的梦，下暗7点半，就要带乡亲做伙唱水，来看神秘的水底世界。它会变成是 Keep 可能在过去到这一个石室这一边。一群人围伫游泳池边啊，无用伫水底要铺黑色的布，所来甲鸡啊放伫水底，甲伊组起来。今仔日要伫水底拍广告，导演一个下令，专业的工作团队分组开工。这个成员大家拢是水中高粱，除了水底摄影，上介重要的就是负责演员的安全。就是安全，然后也可以让演员就是比较好进入状况，然后在做拍摄的期间，就是也可以知道，就是可以比较安心的在水里做动作。为广告到电影，为收水池到海底。海流的变化是真紧，就算是老经验水底摄影的团队，这届要甲艺术家合作翕真准的表演，成员也是感觉压力真大。其实最困难应该就是道具如何定位这件事情，这么大这么重，然后没有下水测试，所以我现在比较担心它的问题，它是正浮力还是负浮力？要伫海底甲200公斤的艺术品刷叮当，还阁要想办法甲伊固定伫海底。加在团队大家正人合作，顺利安全完成这个任务。会当有这个成果，是团队长期固定合作，加上签约保障因做工课的安全，所培养出来真大把的工作模式。但我觉得也因为有这5年的限制，然后这5年的限制，然后变成团队的凝聚力。如果没有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快的，大家就会跟很多自由业者一样，就会零零散散的。为事先的准备到拍广告现场的掌控，拢是团队一届搁一届合作的经验所建立起来作业模式。若这个成果，大家嘛拢看会到。所来这群专业的成员，因有更较大的野心，要打造出世界级水底摄影的团队，用镜头让世界看到海洋的水。记者吴德庆、叶家军台北报道。天气玻璃在，做了关心明仔载各地头温度。北部地区24度到31度，中部地区25度到31度。南部地区24度到31度，
东部地区24度到30度，外岛地区24度到79度。到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真。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四边环海的台湾，